Hello，大家好，又嚟到 Soulmates 嘅動態春營啦，我係 Ace，又嚟到聖誕啦。究竟大家知唔知道 Mood Wine 係點樣整出嚟噶？咁佢嘅傳奇又係點樣嘅呢？由古羅馬軍營到維多利亞嘅聖誕暖意，成個古仔係點啊？我哋依家去睇片啊！又到聖誕節啦，大家係咪都諗起一杯熱騰騰嘅紅酒 Mood Wine 呢？真係唔 check 過都唔知啊！原來 Mood Wine 歷史非常久遠嘅，要追溯到咧羅馬帝國年代啊。當陣時咧，因為運輸問題啦、品質唔穩定啦，都剩餘大量嘅葡萄酒喎。又因為咧冬天需要暖身啊，古羅馬人就諗到咧可以煮熱啲葡萄酒，加上因為絲綢之路貿易嘅關係啊，得到咗一啲東方嘅香料，放落紅酒度一齊煮，就成為咗 Mood Wine 嘅雛形啦。呢個就係熱紅酒嘅原型啦，名為 Conditum Paradoxum， 意思咧就係驚奇嘅香料酒啊。呢個配方咧記錄咗喺公元4至5世紀羅馬食譜集 Apicius 當中，被記錄成一種咧可以加入香料啦，可以用嚟御寒嘅熱飲啊。羅馬人咧就相信佢能夠平衡身體，幫助消化，甚至乎可以除瘟疫嘅。隨住帝國嘅擴張咧，呢個習慣咧傳遍咗整個歐洲，由意大利去到德國啦。西元500年啦，古希臘人早就有零浪費嘅概念噶啦，於是咧將餐後剩下嘅葡萄酒啦加入香料，並且加熱飲用。過程中咧使用一種錐形嘅布袋嚟過濾香料嘅。呢種布袋咧原來係由一位古希臘嘅醫學家叫 Hippocrates Hierata 所發明嘅，所以咧熱紅酒嘅名咧就命名為 Hippocra 啦。中世紀嘅時候咧，貴族同埋修士咧都會飲呢啲熱紅酒啦，宣稱能夠淨化血液、驅寒同埋治病嘅。而法國嘅國王啊，路易9世咧，甚至乎會中意飲呢個熱紅酒咧，成為宴會嘅結尾嘅消化飲品，象徵地位同埋健康嘅。去到1618年咧 ，Mood Wine 呢個詞咧正式首度現身喺呢個美國權威詞典出版機構嘅韋柏字典裏面啊。而 Mood 嘅意思咧就係加入香料糖啦，同埋加熱嘅意思。1843年，英國嘅作家查理斯·狄更斯咧就出版咗一本名為《A Christmas Carol》嘅聖誕小說。小說最後嘅高潮咧，正係阿 Mr. Scrooge 端住一杯熱騰騰嘅 Smoking Bishop。咁呢款咧就係一種英國傳統嘅熱紅酒，用砵酒啦、紅酒、烤橙同埋香料製成嘅。就同佢嘅員工一路飲一路講啊，我要加你嘅薪水啊！呢一幕咧，直接將熱紅酒 Mood Wine 同埋咧呢個聖誕救贖、溫暖和解嘅意思咧畫上等號喎。從此咧成為咗歐美聖誕節嘅經典畫面啊！跟住落嚟，我會示範下點樣做我自己 style 嘅 Mood Wine 啦。首先係揀葡萄酒方面咧，我會揀 Shiraz 啦、Cabernet Sauvignon、Merlot 呢啲葡萄品種啦，果味會比較豐富，單寧亦都會比較實淨。香料方面咧，主打就一定會有肉桂啊、八角啊、香葉啊，咁甚至乎有丁香啦，同埋 nutmeg 嘅。跟住咧，我就會揀一啲果乾啦，譬如檸檬片啊、橙片啊、果皮啊、龍眼肉啊、黑桑子啊，呢啲咧都係會用一啲果乾咧嚟做嘅。對我嚟講咧，就係覺得新鮮嘅生果咧，可能煮出嚟之後咧，個效果冇咁濃郁啊，咁所以我就比較中意用果乾。跟住咧，我就有再自己少少嘅特色，就係用翻少少青花椒啦。咁呢啲嘅青花椒帶有少少麻辣啦，令到個 Mood Wine 咧係更加豐富層次嘅。一開始嘅時候會烘熱啲香料啦，肉桂、八角啊、香葉，跟住會再加啲花椒，烘熱佢，令佢啲香料咧更加出味。再加啲榛子酒煎一煎佢啦，跟住咧就會再加一啲俄羅斯嘅香料酒，再加啲台灣嘅龍眼酒。去煎一煎佢，之後呢，我先至會加紅酒嘅。到紅酒慢慢滾起嘅時候呢，我最後先會落啲乾果。乾果唔可以太早落嘅，太早落呢會燶得滯啦。咁之後呢，就慢慢加，等佢慢慢淋。滾起嘅時候呢，就差唔多完成噶啦。完成咗個 Mood Wine 啦，好香喎，不得了啊！哇，好好飲喎！如果你想加糖咧，你就加多啲蜜糖啦。
或者 maple syrup 啦，但我咧就少食糖嘅，但我就咁覺得咧都已經好好飲啦，因為頭先啲龍眼酒啊、榛子酒已經有翻少少甜味。哇！成個暖晒啊！我嚟緊20號咧會有場 Mood Wine Workshop 同大家一齊咧整 Mood Wine 喎。咁如果有興趣咧，快啲嚟參加啦！咁啊，記得 CLS 啦、comment 啦、like 同埋 share 啦。下條片再見啦，拜拜！